而家請雙方驗牌嘅。驗牌完畢，可以開始啦。現時睇2萬，5萬。陳生，乜咁穩陣啊？小心唔使得萬年船。我出年70，留翻啲錢擺壽酒。7隻啤華士。200萬，合理價錢。你鋪牌冇隻紅心，我有9隻牌可以復花，我跟你200萬。好彩啫！如果調轉咗跌，都唔知點算。第4隻牌已經叫到200萬，冇理由第5隻牌少得個500萬，係嘛？同花500萬。吸手傾萬花，冇理由我女七套啤會俾你拋窒嘅。跟你500萬，開嚟見我。你似乎睇通晒我啲牌咁啊！後生仔。係你未夠爐火純青啫。唔立咪喐！長哥啊，剩翻最後1箱錢啫噃。煙華士20萬，跟你煙啤話，我煙一啤噃，200萬，我都係跟你啫。又係我話事，睇怕我都可以攞翻上一鋪嘅錢啦，400萬。似乎你個篋裏頭冇咁多現錢。我呢度有一張瑞士洛斯銀行嘅本票，價值3000萬美元。你話係就係㗎啦。
你咪揾個有財經常識嘅人睇下咯。高生，冇理由要用到你自己嘅錢。今日唔單止係你一個人嘅事，陳生，揾人 check 下張本票嚟。就憑你賭神2個字，都唔止值3000萬美金。我信你400萬，我跟。似乎我今日嘅運氣唔錯。好運嘅唔止係你一個。張哥，今次乜都翻晒嚟啦，睇埋日底先。係傾。冤家牌，3條煙撞3條女，好多年都未撞過啲咁嘅冤家牌。冇嘥時間，就話晒2600萬。2600萬，高進，你都算夠狠。後生仔始終係後生仔，都係急啲。好，跟你2600萬，我4條女開嚟見我。好嘢，賭王即係賭王，4條女都俾佢揸到，你唔好彩啦！你輸咗。陳生，你個科技水平太過落後，你戴緊嗰副液晶體顯影眼鏡係2年前美國過時嘅產品。而我呢一副隱形液晶體顯影眼鏡係上個月西德最新嘅產品，價值11萬美金。至於呢隻 A 士，嗰2點係我點上去，仲有我摸戒指呢下小動作，係我最近喺500鋪入邊故意加上去，嚟裝你呢個老狐狸。阿姨，今次真係要多謝你。如果冇咗你，我都贏唔到呢隻老狐狸。佢仲以為嗰200萬油菜係個印尼佬買㗎。你出賣我，高二，你個仆街仔！契弟，你仆街啦！冇開槍啊！自己人搞掂晒，唔好喐啊！唔好喐啊！冇咩事就唔好喐啦，啊！